歡迎收睇全港首個肉毒新聞台。Choco 啊，我記得咧，你之前講過咧，有朋友因為冇用到原廠正貨嘅肉毒桿菌素，搞到表情僵硬、膠面同埋唔自然嘅情況喎。係啊，用水貨甚至假貨好大風險㗎。首先佢哋品質又冇保證喎，又唔知溝咗啲咩喎，又可能已經變咗質或者受咗污染。你真係要打落自己塊面度？梗係打原廠正貨係最好啦。但係而家啲工坊咧做到似模似樣咁，究竟可以點分啊？唔使驚，等我哋教你3招分清正貨、水貨同假貨啦。嗱，首先咧最簡單咧就係去有廠商認證嘅醫美中心啦，確保用嘅原廠正貨。有廠商認證嘅醫美中心都會 show 證書或者係獎項證明出嚟㗎，所以如果提供唔到，咁你就要小心啦。然後咧要留意包裝係咪完整，有冇開過用過。原廠正貨一般包括 Botox 嘅合身註冊號碼、Botox 嘅專用主色嘅樽頂、Botox 樽上面咧係咪印有 Allergan 嘅品牌標誌、雷射嘅標籤？最後就係有冇許可證嘅編號、外盒同埋樽入邊嘅批號、製造同保存日期係咪一樣？包裝咧可能會比較粗糙㗎，通常會有明顯嘅印刷唔清晰啦，冇條碼，又或者係冇雷射標籤，或者係個樽身會比較長等等。如果真係好擔心，可以先諮詢醫生嘅專業意見，或者留意我哋嘅肉毒新聞台。效果自然，唯有 Cutis。全港首個肉毒新聞台，獨家去就唯有 Cutis。